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今晚去倫敦，李鵬、喬石接見戒嚴部隊死難官兵嘅親屬，再有3000幾個軍隊撤出天安門廣場。倫敦有悼念天安門死難者集會，澳門成為香港人短線旅遊嘅地方。新聞嘅詳細內容。行政立法兩局嘅首席議員鄧蓮如爵士同埋李鵬飛今晚起程去倫敦，爭取英國政府俾300幾萬揸英國護照嘅香港人有英國居留權。鄧蓮如爵士話呢，佢會強調香港人只係想攞一個保險，佢相信唔會好多香港人想話移居英國嘅。張志剛嘅報導。鄧蓮如爵士同李鵬飛今日中午見記者。鄧蓮如話：佢哋今次去倫敦，除咗見外相賀維爵士、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嘅議員之外，仲會透過大眾傳播媒介向英國人解釋香港人嘅處境。佢強調，英國對香港英籍人士要負起道義上嘅責任。佢哋會盡力遊說英國政府，呢300幾萬香港人只會當英國居留權係一種保障。就算英國俾居留權香港人，亦都唔係咁多人願意離開香港。如果你睇翻歷史上嚟睇呢，就算喺好似話6、7年嗰陣時，香港都係有啲即係問題啦，喺大陸有時香港嘅問題，亦都冇人話湧去英國。即係如果你靜心嚟計下條數啊，我哋曾經都計下條數，到底325萬離開香港係咩情形咧？嚟去英國啦，即係我哋要租3架飛機，747飛機，要飛8年先飛晒呢300幾萬，即係有乜呢個可能嘅？根本係好冇可能嘅事。即係香港人而家要個定心丸，要有個保障。為咗顯示兩局議員嘅團結，30幾位議員着住印有香港是我家嘅 T 恤，一齊出席記者招待會。而今晚，鄧蓮如同李鵬飛出發去倫敦嘅時候，佢哋都會一齊去送機。另外，香港基督徒守望社今日向李鵬飛遞交2封信，其中一封呢係委託佢哋交俾首相戴卓爾夫人，要求英國給予香港人居留權。無線電視記者張志剛報導。喺北京，政治局常委喬石再次公開露面，佢同總理李鵬一齊接見殉職嘅戒嚴士兵嘅家屬。北京中央電視台稱呼李鵬同喬石係黨同國家嘅領導人。北京中央電視台今晚頭條報導咗接見嘅情形，報導話黨同國家領導人李鵬、喬石以及姚依林喺中南海會見咗呢一批家屬。李鵬話：死咗嘅解放軍為咗平息北京嘅反革命暴亂壯烈犧牲，黨同埋人民都好感謝佢哋。李鵬又話：解放軍戰士肯犧牲，家庭教育亦都好重要。佢好感謝家屬對戰士嘅支持。有份出席今日場合嘅領導人呢，仲有溫家寶、田紀雲、宋平等等。喺北京，琴晚同埋今日分別再有2批為數幾千嘅士兵撤離天安門廣場。廣場目前仍然係唔准市民進入。西方外交界話，撤走軍隊係想製造一個緩和嘅局面，相信中共中央會喺今個星期內召開會議，宣布領導層嘅人事變動。北京琴晚軍隊撤離天安門廣場嘅情形，由梁響南報導。琴晚深夜，有大批軍車撤出天安門廣場，車隊分批沿長安大街向東西面開走，估計車上面載咗幾千個士兵。軍方亦都同時提高戒備，士兵截停長安大街嘅的士同埋汽車檢查。喺呢一個時間，美國廣播公司7個工作人員喺天安門廣場附近採訪嘅時候，一度俾軍隊扣留問話，最後沒收咗佢哋嘅攝影器材同埋錄影帶，先至釋放佢哋。雖然中國軍隊喺鎮壓天安門廣場之後多次調動，不過西方官員估計，而家仲有大約20萬士兵集結喺北京城入面同埋四周。另一方面，繼續有大批北京市民去到美國使館排隊申請去美國嘅簽證，而中國當局就收緊出國嘅手續。以前發出嘅出境通行證全部宣布無效，由聽日起，所有人都要重新申請過。西方官員話，中國咁樣做係要防止參加過民主運動嘅人逃走。對於美國使館收容方毅之，中國官方媒介琴日又提出新嘅指責，話美國違反咗國際法，又話為咗長遠利益，美國應該盡快交出方毅之。無線電視記者梁響南報導。由於北京嘅局勢近日平靜咗，較早時離開咗嘅外國商人有部分陸續返北京。葉慧文報導。
喺北京國際機場，琴日陸續有外國人到埗。佢哋係喺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撤離北京嘅外商同海外僱員。而家見到北京嘅局勢平靜咗，至返北京。不過人數就唔係咁多。呢批外國人都得到中方人員嘅接待，離開機場。喺華盛頓方面，美國眾議院議長、民主黨領袖弗利話：如果中國派人強行衝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內，捉拿方勵之夫婦，美國就會同中國斷絕邦交。弗利又抨擊中國政府否認血洗天安門廣場，其實係講大話嘅。佢向總統布殊建議，如果中國鎮壓同搜捕民運分子嘅行動升級，美國就應該對中國採取進一步嘅制裁行動。無線電視記者葉惠文報導。新西蘭總理朗伊批評中國大使館警告中國留學生唔好去尋求政治庇護嘅做法咧，係恐嚇同埋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喺星期六，駐新西蘭嘅中國大使館曾經發表聲明，話當局會嚴肅處理要求政治庇護嘅學生。咁但係朗伊就話，中國發出呢一個恐嚇聲明之後咧，新西蘭政府會更加認真咁樣考慮中國留學生嘅居留申請。喺倫敦，幾百人參加過悼念北京大屠殺死難者嘅追悼會，佢哋要求中國政府給予人民自由同民主，否則中國就毫無希望。謝彩雲喺倫敦報導。喺倫敦唐人街舉行嘅追悼會，有幾百人參加。佢哋首先為北京天安門嘅死難同胞默哀。呢度嘅僑領、宗教人士同埋香港學生先後發言，呼籲中國人要團結，以及指出中國要有民主自由，至會有前途。呢位廖金喜仲唱咗一首悼念嘅哀歌。參加今次追悼會嘅，除咗有呢度嘅華僑同埋留學生之外，仲有唔少嘅外國人。佢哋對於今次天安門事件呢，都表示深切嘅哀悼。到過中國好幾次，也有好幾位中國朋友，所以當然非常同情我中國的朋友，而且所有中國的人民。We share their grief and that we hope that the cause of democracy will be furthered in China. We also hope very much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honour its obligations to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無線電視記者謝彩雲喺倫敦嘅報導。受到中國近期局勢嘅影響，好多香港市民改為選擇澳門作為短線旅遊嘅地點。駐澳門記者張志成嘅報導。由於一連3日香港公眾假期，再加上近期中國政局唔穩定，好多香港市民都選擇澳門作為短線旅遊嘅地點。根據船公司嘅初步統計，琴日同前日一共有5萬幾人嚟咗澳門，人數明顯比平時假期多。今日係假期最後一日，晏晝返香港嘅各班船全部客滿，船公司為咗疏導旅客，亦都加開咗特別班。澳門嘅旅遊業人士認為，短期內澳門仍然會成為香港旅客短期旅遊嘅第一選擇。加上澳門本地居民暫時唔願意入中國大陸，而增加喺本地嘅消費，呢兩個因素都會令到澳門嘅酒店、飲食同服務性行業有一段時間興旺。無線電視駐澳門記者張志成報導。本港一個團體發起遊行示威，譴責中國當局拘捕民運分子，同埋要求撤銷戒嚴令以及新聞封鎖。示威集會係由4.5行動發起嘅，有200幾個成員同埋市民參加。佢哋下晝6點喺中區天星碼頭集合，然後沿住德輔道中、軒尼詩道遊行去新華社，遞交請願信，抗議中國當局鎮壓民主運動，以及拘捕參加過民運嘅學生同埋工人。又要求中國當局撤銷戒嚴令，以及停止拘捕行動。4.5行動會喺嚟緊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發起簽名運動。
一個報館女記者喺採訪一宗新聞嘅時候，俾人踢傷，送咗去醫院治療，敷藥之後已經出院。警方